以赛亚书第22章有关耶路撒冷的信息，这是有关以上山国的信息。是安怎恁拢爬上厝尾顶？恁这个充满闹热喧哗的城市，恁中间死去的人，毋是互刀剑刣死，嘛毋是伫战争中死亡。恁所有的官长规阵逃走，无一个开弓射箭。战事虽然走真远，嘛互人找到，做一个掠去。所以我讲，莫插我，互我痛心啼哭，毋通想要甲我安慰，我的同胞拢灭亡啦。这是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，互以上山国惊吓、混乱、受吞打的日。伫迄日，城受攻破，哀叫的声响遍山间。依然的兵骑马、坐战车，带战地来进攻。今年的兵将盾牌拄出来，离上水的山谷，战车满满时，马兵伫城门口排阵。犹大所有的防话拢失效。伫迄日，恁基泰黎巴嫩林强提供武器，恁发觉大必城有真侪破客，就伫下池积住水。恁点算耶路撒冷的厝，拆厝来修补城墙，互墙较好封闭。恁伫两个城墙中间做水窟，通积住聚水池的水。毋过，恁拢无瓦靠做即个城的上帝。嘛无甲对古早就计划这项代志迄位看在眼内。伫迄日，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叫恁着啼哭悲伤，着剃光头穿满衫。毋过恁狂欢宴乐，太牛太羊，大食大啉。恁讲，咱来食来啉，因为明仔咱着要死啊！上主万军的统帅亲身甲我启示讲，这个罪到恁死，我一定袂赦免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宣布，对射兵仔的警告。至高上主万军的统帅安尼讲，你去见宫廷财务总管射兵仔，甲伊讲，你伫遮伫创啥？啥人互你官兵伫遮为你家己拍坟墓？伫悬的岩石中做一个安息的所在，你看起来敢若真了不起。毋过上主要甲你掠起来，甲你戳规丸亲像球，迄去真远的所在。你会死伫遐，你掠做夸耀的战车嘛会放伫遐。你会成做你主人的家的见笑。我要剔你的职，剥你的位。伫迄日，我要甲我的仆人希利家的囝以利亚敬调来，我要将你的外袍互伊穿，将你的腰带互伊下，将你的权柄交互伊。伊要亲像老爸看顾耶路撒冷的子民甲犹大人民。我要将大卫王朝的锁匙放伫伊的肩头顶，一开就无人会当关，一关就无人会当开。我要甲伊安置伫稳固的地位，亲像旗仔顶金条。伊要成做因老爸的家的荣耀，伊的家族对囝到孙的大头，亲像卡仔鞋拢挂伫伊身上。上主万军的统帅讲，伫迄日，顶伫坚固所在的旗仔会冷去、落去，伊歹的重担会无去。